来跑进来，来，是面在哪？就诚如啊哈，我讲华航也有表达，有一些物品啊，我们要就是尊重客户以外，也要加强台湾的识别性啊。那这个方面啊，我想这个也是大家的期待啊。那至于说华航改名的问题哈，因为涉及到是比较复杂啊，那也有短中长期的做法。好，那现在正在研议当中。好，那这个费用改名的费用，有些执行的说希望这费用不要转嫁到他们的员工。其实那个可能面对到的，当然有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可能一些成本行政上的这些问题这个都需要凝聚共识只要社会有共识我相信政府都是会全力来支持那但是在尊重公司治理我想华航是作为国际航空。那他代表台湾，我们也一定要做他的后盾。OK， 好，谢谢。我们华航要做的重点。所以工会对于改名这件事情的看法当然以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当然反对。为什么？你要花钱去改，这个减损的钱怎么办？是由公司出，还是由政府出，还是要我们员工自己牺牲？我们在疫情当中已经造成了这个薪资的实质的减损，我们愿意共体时间。但是今天如果有人要我们改名，那要我们改名的那些广大网络的酸民，他们出钱吗？他们不出钱吧？那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应该分放下来，就算要出这笔钱，但是在这个时候，这笔钱会拿来改名，还是拿来去做防疫物资的生产，然后去援助其他国家，哪个是比较有效的？这可能是大家要去真正思考考虑的。好，谢谢。是这样。